大家好，歡迎收睇 FM 新聞網。今日繼續為大家帶來專業嘅新聞報導同埋分析。中東局勢急劇升溫，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進入第5日，雙方持續互擊，戰火波及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等多個地區，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同埋基礎設施損毀。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會見德國總理默茨期間，向記者明確否認美國係被以色列拖入戰事，反而強調可能係美國迫使以色列出手。特朗普指出，美方此前同伊朗進行談判，但根據談判進展判斷，伊朗準備率先發動攻擊，包括針對以色列同埋其他國家嘅打擊。因此，美國決定採取先發制人嘅軍事行動。特朗普表示，伊朗幾乎所有軍事能力都已被摧毀，包括海軍、空軍、防空系統、雷達同埋探測設施，導彈庫存正迅速下降。美軍持續打擊伊朗嘅導彈儲備設施同埋發射平台，預計伊朗好快將失去發射導彈嘅能力。特朗普重申，行動進展遠超預期，但會持續到達成所有目標為止。最初預計4到5週，但有能力打得更耐，甚至唔排除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多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嘅新聞節目，請大家記得訂閱焦點 FM TV， 我哋會為大家帶來最新嘅新聞、健康同埋玄學命理資訊。今次美以對伊朗嘅聯合行動，代號分別為美國嘅史詩怒火行動同以色列嘅咆哮雄獅行動，於2026年2月28日爆發。首波攻擊即成功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同埋多名高層領導人，包括國防部長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造成伊朗領導層嚴重真空。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同埋公開講話中表示，美軍已取得局部空中優勢，過去幾日發動超過1700次打擊，摧毀伊朗導彈工業、海軍艦艇同埋核相關設施。伊朗方面則發動多輪反擊，包括真實承諾4行動第16輪，使用大量導彈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特拉維夫總參謀部、國防部同埋北部軍事設施，同時波及美軍喺中東嘅27個基地，導致美軍至少6人陣亡、18人受傷。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接受外媒訪問時指責美以喺談判期間發動襲擊，破壞外交進程，將特朗普拖入戰爭，形容係非常痛苦嘅經歷。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首長拉里賈尼更批評特朗普將美國優先變成以色列優先，犧牲美軍士兵去滿足以色列霸權野心。回顧背景，伊朗同以色列長期敵對，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等武裝組織，以色列視伊朗核計劃為生存威脅。過去幾年，以色列多次空襲伊朗喺敘利亞嘅目標，伊朗則透過代理人發動報復。2024年4月，以色列空襲伊朗駐大馬士革領事館，伊朗首次直接向以色列發射導彈同無人機，雙方互擊升級。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多次威脅摧毀伊朗核能力。呢次行動前，美伊曾經進行多輪談判，包括提供核燃料換取伊朗放棄濃縮鈾，但伊朗拒絕。美方判斷談判失敗，伊朗即將先發制人。特朗普政府強調，行動目標係摧毀伊朗彈道導彈能力、殲滅海軍、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發展核武，同埋終止對境外恐怖組織嘅支持，而非直接追求政權更迭。不過，特朗普多次呼籲伊朗人民推翻神權統治，又表示伊朗新領導層可能嚟自政府內部，顯示政權更迭意圖並未完全排除。同類案件舊事重提。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當時小布什政府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戰爭，結果未揾到相關證據，導致中東長期動盪。ISIS 崛起，美國付出數萬億美元同埋數千士兵生命。2011年，美國空襲利比亞，推翻卡達菲政權，結果國家陷入內戰，成為恐怖組織溫床。呢次美以對伊朗行動，同樣以先發制人為名。
但特朗普未提供伊朗即將攻擊嘅具體證據，引發國際質疑。國務卿魯比奧最初表示，美國因擔心以色列行動引發伊朗報復美軍，而選擇同步出手，避免更大傷亡。但特朗普隨即否認，強調係自己基於談判判斷迫使以色列行動。白宮發言人更澄清，魯比奧並非指以色列拖美國落水，呢種說法前後矛盾，反映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戰爭理由嘅混亂，戰火外溢效應明顯。黎巴嫩真主黨加入戰局，向以色列發射飛彈。以色列反擊貝魯特市郊，造成黎巴嫩50死、335傷。沙烏地阿拉伯等多國美軍基地遭襲。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威脅。特朗普宣布為通行該海峽嘅油輪提供護航同埋保險，以防能源危機。全球油價已經上漲4個百分點，股市重挫，黃金、白銀等貴金屬波動劇烈。伊朗威脅點燃任何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警告不會讓一滴石油流出。歐洲盟友如西班牙、英國被特朗普批評缺乏合作，甚至威脅切斷貿易。德國總理默茨則強調，歐盟唔會接受劣於現有協議嘅方案。伊朗國內局勢混亂，哈梅內伊身亡後，接班人選不明。特朗普稱，美軍已擊斃48名伊朗領導人，包括潛在新掌權者。伊朗政府將哈梅內伊視為殉道者，誓言復仇。伊朗革命衛隊表示，德黑蘭嘅馬賽克防禦體系分散式佈局，令美爾難以徹底摧毀。伊朗外長指，過去20年研究美軍失敗案例，強調不會坐以待斃。國際社會反應分化，中國敦促保障航道安全，俄羅斯持續外交制衡，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呼籲停火。但特朗普堅稱，行動非政權更迭戰爭，而係保護美國及其盟友免受伊朗威脅。分析嚟睇，呢場戰爭係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嘅極端體現，但風險極高。若行動拖長，美軍陷入消耗戰，伊朗廉價無人機對美軍昂貴導彈嘅不對稱作戰，可能令美國付出沉重代價。回顧歷史，1980年代伊朗伊拉克戰爭持續8年，造成百萬人死亡。2003年伊拉克戰爭令美國深陷泥潭。特朗普雖聲稱空中優勢已確立，但地面行動一旦展開，中東可能演變成區域大戰，牽涉更多國家。伊朗盟友網絡廣泛，包括敘利亞、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真主黨等。戰火已蔓延至巴基斯坦，爆發反美抗議，至少22人死亡。特朗普喺講話中警告，會有更多美軍傷亡，呢個就係事實，但強調犧牲值得，以重塑中東力量平衡。伊朗則表示，幾時停戰由伊方決定，唔會同美方談判，雙方互不退讓，局勢充滿變數。全球關注是否會演變成更廣泛衝突。FM 新聞網會繼續跟進最新發展，為大家帶嚟第一手分析。